请问哦，羽绒衣台语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羽绒衣，嘿，来，美术这边的答案是乌毛衫，是安那是乌毛衫咧？大家拢知影羽绒内面是不是有鹅毛啦、鸭毛啦，无就是龟毛，顶级较好的毛啦，拢会放在内底。是啊，咱穿的是不是也是咱的嗰落身体温度？对，会甲你烧，保持调的。嘿，保持迄个温度伫的。所以讲，我较简单就是叫乌毛衫。乌毛衫啊，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是毛袖啊。毛袖啊，大家拢知影嘛，寒人的时阵爱穿袖啊，啊，伊这就是内底放毛伫的，所以就是甲袖啊，佮加一字，叫做毛袖啊。乌毛衫是敢若较少年人咧讲啦，啊，不过我较早听是大人阿公阿妈拢敢若讲毛袖啊，对，袖啊，所以我选毛袖啊。嘛是对少年人咧想啊，毛袖啊，较敢若较古早迄落，阿公阿妈开阿公迄嘛是有内底放一寡碰色啊，还是啥物对无？无一定是羽毛啊。即马咱去调查的结果，发现讲少年人嘛拢接受讲用什么材料来做的，就用伊即个名来好啊。所以，迄个毛袖啊，才40%的人接受尔。啊，若羽毛衫咧，羽毛衫的比例是60%，所以60%的人感觉羽毛衫是较实用的，较侪人咧讲的。